翻嚟新聞時間，半月板撕裂係膝關節常見嘅創傷之一。如果病人覺得關節鎖住咗，完全係喐唔到，就一定要做手術治療。打籃球講求靈活敏捷，急停同埋突然轉向嘅動作對膝部關節負荷好大。日常上落樓梯亦都可能令到膝部嘅半月板受傷。做一啲檢查下，睇下有冇棘住嘅感覺。朱小姐舊年9月落樓梯嘅時候撕裂半月板，接受修補手術同埋物理治療之後，膝部關節已經完全好返，但係諗起受傷時嘅痛，仍然都係好驚。咁你慢慢做咯。呢個喺屋企你就咁嗰種痛嗰種感覺咧，好似扭斷咗嗰種感覺，同埋咧隻腳咧覺得又腫又紅咁樣咧，再行咧好痛啊，連坐低都有困難。啱啱好翻嗰陣時，見到啲樓梯我有啲驚㗎，因為你落口下曾經試過有咁嘅經驗啊嘛。半月板係堅韌嘅軟骨組織，連接股骨同脛骨嘅兩端，可以吸收行路或者係運動時嘅震盪。通常喺運動嘅時候，突然做出轉向嘅動作，膝關節突然被扭，咁就有機會將半月板撕裂。如果情況輕微，病人會覺得膝頭刺痛；嚴重嘅話，會覺得膝頭被棘住，甚至係關節被鎖死嘅感覺，膝頭喐唔到。如果喺周邊嘅撕裂呢，通常我哋都可以修補得到，而佢愈合嘅機會比較大啲。醫生會用內窺鏡了解半月板撕裂嘅情況。如果撕裂嘅位置喺半月板內側，就算修補都好難好返。醫生多數會選擇切除撕裂嘅部分，但係就會保留最少1/3嘅半月板，減低對關節嘅影響。而傷口埋口嘅時間比起修補手術快4至18個星期。修補咗個半月板之後呢，因為呢我哋要俾時間個病人嗰個半月板去愈合啦。咁好早期嘅時候呢，可能我哋要限制住病人嗰個負重嘅情況嚇，可能呢初期呢，佢要可能用住個拐杖嚟到行路啊，嗰個膝頭哥你唔可以承受成個身體嘅力量。咁當個半月板慢慢愈合啦，大約可能呢個時候需要6至12個星期到啦。咁我哋先俾佢開始慢慢用翻自己正常嘅行路嘅方法啊，再進行一啲物理治療啊。職業運動員例如係林書豪咁啊，都試過半月板受傷㗎。醫生就建議喺做運動之前，最好咧都係要做足熱身，平時咧都要訓練多啲大腿同埋膝頭哥嘅肌肉，避免受傷。無線電視記者鄭瑞文報導。係啦，鄭瑞文啊，如果個膝關節嘅受傷唔係咁嚴重咧，應該點樣處理呢？嗱，如果半月板只係輕微受傷嘅話咧，一般嚟講都會自己慢慢好返㗎。咁如果係有少少腫，就應該用冰敷啦，壓喺受傷嘅地方。嗱，如果都仲係覺得好痛又持續腫落去嘅話啦，咁最好都係去睇醫生㗎啦。咁如果做完嗰個半月板手術之後咧，病人嘅關節咧，日後會唔會有影響嘅咧？嗱，做半月板手術無論係做修補啦，抑或係去做佢個切除手術，再配合翻適當嘅物理治療，咁大部分人咧都可以完全好翻。咁就算係踢波啊、打籃球咁，都唔會有咩影響㗎。不過如果個病人咧係需要成個半月板去切除，咁有研究就話咧係會增加關節退化嘅機會，咁病人咧就要特別留意啦。好啊。